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为你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一切一尽亨通。这是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会众请起立。这是咱齐声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会众请坐。启验文，启验文第8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1009面，显著咱齐声来启用。启文第8篇也是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
伊予我新的开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的对敌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教我一世人做伴。是要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全能的主上帝，阮要学乐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权柄的神。全地拢要学乐你的圣名。主啊，阮嘛感谢你顾守阮，予阮伫新冠肺炎遮严重的时间，阁有台风来到咱台湾，予阮无法度伫实体的礼拜，当爱暂停。即时阮足欢喜，大家阁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内面，阁来三角学乐敬拜你。主啊，阮恳求你医治阮，求你怜悯阮，予阮会当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嘛赦免阮所犯的一切过失，予阮伫信仰中、生活中，拢会当活出你的模样，好款待人，成做你的器具。求你加添力量伫阮身躯，予阮会当刚强壮大，面对艰难的环境。透过主你的恩典来度过每一个困境。主啊，嘛求你拍开阮心灵的耳孔，透过牧师的讲道来领受上帝的信息，会当互阮听见你的声，来照你的话语来行，会当顺从你的旨意。主啊，阮嘛将阮的祈祷、恳求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透过上帝神来伫阮的中间，应允阮的恳求，接纳阮的悔改，互阮伫你的看顾之下，充满平安、喜乐。阮总是有做无够野的所在，嘛恳求主你来束缚伫阮。即是阮要齐声用主你甲是阮的基本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像是天里。阮的日子你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享受上帝的话，赞美圣歌队今仔日要用的诗歌是《恁着耶和华唱歌》。
圣经记载伫新约翰福音书第10章11节到18节，选到的请听我来读。约翰福音10章11节，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做请工的，毋是做牧者，羊也毋是伊家己的羊。看见豺狼来，北送羊逃走，豺狼甲因赶煞因。这是因为因做请工，无关心伫羊。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会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还有羊，毋是属即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所以爸听我，因为我放杀我的性命，通搁互着伊。无人对我处伊，是我家己放杀伊。我有权通放杀，也有权通互倒。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正道，林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来教阮斗阵。搁一摆来到咱的中间，各位兄姐来请安甲报告，感谢咱的教会一直以来，拢关心学生中心大专事工的即个需要。特别伫今年即个疫情的期间，特别感谢教会友员，伫咧大家做伙辛苦的时阵，欢迎学生中心来到咱的中间来募款。也真毋望咱的兄弟会当持续来关心咱的学生事工，特别即马新的学年开始，最近大学各中各校已经开学一阵啊吼，大学因为原本准备要开学的期间，咱9月份就开始，佫有一波特别是咱台北地区这疫情，佫有一个变动的状态，所以大专学校的开学其实拢有一寡学校还未确定，有一寡咧一直都在滚动式的调整吼。咧到底是要实体上课，还是要线顶来上课？有真侪学校一直到10月初拢还未稳定落来吼。所以这也是今年咱的学生事工一个真大的挑战。今年学生中心一直以来，阮是伫咧关心咱大台北地区，包括着基隆、佮有宜兰遮的大专学校的学生，包括研究所吼。伫咧咱学生中心上新的消息，若是咱有 FB 会当来看学生中心的即个粉丝专页，特别伫咧即个新的消息，拢会伫咧即顶面来公告。今年阮的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原本9月份即个迎新的活动，也变做是10月2号一个线顶的开学礼拜。虽然讲今年无法度伫咧真组织真侪人、真侪同工、真侪学生的状态来欢迎遮个新生，不过阮犹原毋望讲会当透过即个开学的礼拜，因为咱真需要即个仪式感吼，艺式的即个感觉，所以透过即个开学的礼拜来搁一届来邀请，无论是原本在校的遮个学生，或者是新加入的遮个学生，会当做伙来备班，做伙来迎接即个新的学年的开始。真感谢主，就是咱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伫咧咱北区有已经60几年啊吼。伫咧即马阮有17个团契咧服侍遮个即个区域内底的学生。17个团契包括有一寡是联合性的团契，可能就是某一个地区，亲像我带一个团契是树林团契，即个团契伊就包括着东吴即个民传一直到城市科大，就是即个区域性，佮有学生的特质，会甲伊做调整，甲伊合作伙。有一寡是专一学校，亲像淡江，就是即个学校的学生，专门是因的团契。
顶无共款，也即个团契也是会一直咧顺应即马学生的需求来做调整。伫咧即个中间，今年就是无论是咧顶半年即个送酒的活动吼，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今年的学生，听讲因就是经历着921，经历着 SARS， 就是因的重大的日子，拢真侪即届学生拢拄着影响。伫咧今年，阁因为疫情变做升3级，所以今年的毕业生因的欢送的遮个活动拢受到影响。所以伫咧顶半年，阮也是应该讲为5月开始，无论是连学生的活动，或者是团契的聚会，拢变做线顶的即个聚会。即马8月份、9月份就是即个迎新的活动，阁有接续，即马渐渐咧调整新的学期、新的学年的时间。伫咧10月份也有一个同工的训练。即个咱因为咱北区其实是必须要真警醒伫咧即个疫情的状况，所以也是一直咧准备，阮有就是有准备即个线顶，阁有实体的2个版本安尼。毋过希望咱的学生袂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来停止学习、停止训练。也期待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即马的大学生、研究生伫咧因学习的即个过程吼，可能咱有印象是大学4年的即个期间，毋过即马学生因可能甚至看科系，甚至有一寡是1年仔就开始要准备实习，可能咱有印象讲是4年大学的即个期间，毋过因可能3年级、4年级就爱去实际的公司、实际的即个机构来配合，所以因其实有真长的时间无伫咧学校。这已经突破咱对学生的一个想象，这也是学生时间一直需要来做调整的一个所在。这也是咱每一位学生中心的同工需要去注意到即马的学生环境的变化，阁有即马学生因实际的状况到底是啥物？因为咱我大学毕业已经要15年啊，伫要15年啊吼。伫咧我大学的时阵参与学校的活动、团契的活动，到即马大学生邀请因来参加聚会，阁有面对因看因咧面对因的学业的即个状况，已经真无共款啦。何况是20年、30年进前，咱一直以来对着大学生即个高等教育的即个印象，这也需要咱做伙一直来关心咱即马的教育制度的转变。其实今年原本大学会有一个真大的变动，就是咱的学期会变做3个学期。这可能咱拢无接触到即个资讯吼。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暂停即个改变。毋过即个改变若做落吼，可能2年、3年了后，全台湾的即个学校拢会开始即个配合即个政策。即马是因为台大甲师大因的系统会先开始，安尼影响就是影响到咱一直以来，咱可能寒暑假会有遮个营会福音队，毋过即个福音队若是教会继续要办，毋过咱青少年因可能伫咧因的新的学期中间，这是一个真大的无共款。亲像安尼制度的调整，其实咱需要做伙来关心，做伙来做咱时间顶面的调整。也毋望咱持续为着学生中心的同工来祈祷。无论是学生中心的同工新年，阁有阮伫咧面对真侪的挑战、真侪考验来祈祷。也为着学生中心的需要，阮会伫金钱顶面、时间费用顶面的需要，也毋望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咱三甲来祈祷。因阮的主上帝，求你开阮的心来听你的话，开阮的心来较无你的话语，也互阮的生活中间会当顺服你的话，将阮所领受的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透过你圣性的能力，以及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免。拄则咱所读的即段经节，
约翰福音第10章。可能咱看到羊仔，先听到羊仔，看到羊仔，会先想到即个静静听、静静听即首诗歌吼。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我认得我的牧者的声。即段经节是咱教会内底真接用来做引带人来信主，或者是即个牧者传道人献身，或者是奉牧时阵做用来做勉励的经文。也是咱的信徒来认同讲耶稣就是咱的牧者的经文之一。总是耶稣对因讲即个羊仔的屁股的时阵，其实是搁一届伫伊的服侍顶面受到法利赛人的挑战。约翰福音为第2章有记载，第一个耶稣所行的神业，就是即个迦纳婚宴水变做酒的即个神业。一直到12章，即中间记载真侪耶稣伊所行的神业，佮有伊的讲道。通过神业，佮有讲道，伊伫众人面头前来展现，伊就是救主，伊就是上帝的囝。总是伫第10章中间，耶稣为虾米常讲到即个羊仔呢？讲到即个羊条吼。摕到即个屁股，咱爱倒转来看到伫头前第9章有发生一个代志，就是伫咧即个西诺亚水池，有一出世都看无的一个应该是少年人，一个朋友。我来读，耶稣向前行的时阵，伊看到一出世都青眉的人，伊门徒问耶稣讲：“rabbi啊，即人一出世都看袂到。”是啥人犯罪？是即个人，或者是伊的爸母咧？耶稣应讲，毋是即个人犯罪，也毋是伊的爸母，是要伫伊的身上展现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讲了后，就用喙烂敲头，搁伫即个人的目睭顶面，并且反复移去即个水池遮来洗。即个人也安尼做啊，伊去洗，伊就看见。咱印象耶稣有行过真侪的神业甲医治，总是即个西罗纳水池的事件是一个综合性的争议的代志。第一，就是对着即个大环境内底对着身躯欠缺的人的无接纳，这是因规个民族、规个信仰团体下面的一个真直接的反应。即个人已经安尼吼，即个人会安尼，一定是伊有做了啥物歹，或者是伊有啥物伊的某物人做歹，所以伊会得到安尼报应。所以耶稣对即个安尼一个歹人，一个无好的人，先表现出伊对伊的好，已经互遮法利赛人无欢喜啊。接煞第二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是发生伫安息日的一个异地的代志。后来，即个法利赛人甲即个目睭看到的即个人，佮有伊的爸母，有真侪的对话伫咧第9章的后壁。伫咧即个中间对伊的爸母的质问，甚至是即个人伊对伫咧即个中间来见证耶稣对伊的医治。遮安尼一来一讲的即个对话，完全是挑战遮称呼家己是摩西门徒的遮法利赛人，因的信仰传统，佮有因的价值观。直到后来，遮法利赛人因更小登上去，甲即个人赶出去啊。所以咱顺安尼的即个脉络，会发现讲，其实接下来耶稣实实在在甲大家讲，即个羊甲牧者的譬喻，并毋是一个真 romantic 的，毋是一个真温馨的一个故事。即个故事，即个譬喻，其实是搁一届耶稣咧指责法利赛人的一个故事。巴勒斯廷的遮个羊条，真侪拢是由一个社群共同来使用，亲像咱看到相片顶面，伊可能甲伊围起来，有一个细细的门。即个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人的羊仔共同使用即个所在，所以羊仔拢伫迄个内底。
无共款的牧者，因会用无共款的声音来呼伊家己的羊仔。所以咱有印象者，为虾米咱讲羊仔认得牧者的声吼？或者我的牧者认得我的羊仔，因为因会用因家己会当互动、会当了解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声，一个安尼叫安怎叫的一个方法。所以伊遮羊仔会认得家己的牧者的声音，伊袂对青云人来走去。咱拄则所看到遮。接续也有记载讲，遮个总入来遮个贼仔，因是来偷来抬，是咧带来毁灭甲扰乱的。佮有遮个请工，因并毋是真正的牧者，因是互人请的。所以遮个人因为侪的关系、侪因素，因无法度完全照顾着羊仔的需要。遮个人拢无法度为着羊仔带来安全、带来性命。只有透过甲羊仔彼此熟悉、彼此信任的牧者，伊会亲像这管理真严格的这个门，这个门有一个保护的特质。通过这个门，入来的这个羊仔会得到安全。同时，这个门也带有这个保护的特质，也带来自由，互羊仔会当伫这个中间出入入。通过即个门，因会当得到草场来食饱。约翰福音有一个真大的主题，是咧讨论着关系着圣殿的即个主题。这也是关系着犹太的传统，佮有礼仪的一个探讨。对着这个时代来讲，会堂是规个文化的中心。宗教团体中间，主导的管理是对着遮遵守会堂的遮规定，佮有摩西律法的遮信用传统，所以伊到一个真极端的状况下面，就是遮个宗教领袖，因会当透过仪式甲传统来控制伊的信徒，也只有即个会堂才有即个医病的权柄，所以。咱看到讲，即个法利赛人甲即个目睭得着看见的即个朋友，佮有伊的爸母的即文中间，因的爸母惊吓。即个经文中间直接写着讲，因为因惊犹太人，因惊若是认耶稣是基督，因会互遮个来赶出会堂。若是照犹太人的传统，互人赶出会堂的人，因就是互人点名做记号。若是做买卖，伊会互人有真侪的阻碍。伫咧宗教顶面，伊的犹太的管理会丧失，甚至伊会互人认为讲无法度进入到伫弥赛亚的国度。即个赶出去的期间，有可能有短有长，毋过即个赶出会堂，即个严重的处罚，代表着伊会甲伊所属的即个团体。安尼来断绝因的关系，所以咱即摆来看讲真奇怪，伊伫伊原本家己所属的即个群体中间看到内底奇怪的所在，伊伫即个中间来见证伊所经历的，反倒伫伊原本所属的即个群体内底，互人赶出去，这是偌尔奇怪的代志。当然，咱为第三方来看即段经文的时阵，咱会讲真紧着看到讲耶稣伫即个屁股中间，贼仔佮有牧者的角色，分别是遮个法利赛人佮有耶稣伊本身。总是咱回顾每一个时代，咱一直到咱即马所讲存在伫教会中间、教会外的遮个世代理解之争。其实也互咱每一位同工咱所需要做伙来时刻来警醒。一个信用群体的形成，一定有伊流传落来的传统，佮有习惯。即摆讲的信用群体，不只是指宗教团体尔，你有一个共款的语言、共款的一群人组织做聚会，咱就会当家己称做讲是一个共款信用的群体。伫咧无共款的宗教、无共款的宗派之间，咱有礼仪顶面的差别。
总是伫咧信仰群体内底的冲突，不只是咧咱教会内底尔，伫咧教会外，咱定定会听到讲，一直以来拢是安尼啊，为虾米恁拢无爱照做咧？就安尼做就对啊，为虾米要改变？反倒来讲，为虾米无法度改变？为虾米一定爱安尼做？这是即个中间有真大的冲突的所在。前一年有一本杂志，伊叫做《金周刊》，伊做一个调查，叫做梦想的调查。结果伫即个调查的结果内底，有25%的人回答讲，家己无梦想啦。咱应该在座咱为细汉到大汉，无论是伫咧学校写作的即个课程，或者是美术爱画图等等，应该拢有写过、创作过一个题目，叫做“我的梦想”。自细汉到大汉，咱的成长、咱的求学，一直到咱出社会，咱一直互人教导讲，咱人生着爱有志向，爱有目标。咱一生中间有真侪个目标，有真侪写落来应该爱去达到的一个代志。只要有一天咱完成啊，咱已经到遐，所有的代志拢会变好。敢是安尼吗？若是咱问即摆学生以后想要创啥吼，咱真接得到的答案是我毋知，我无想过，以后再看卖。夹伫咧过度在意即个梦想，阁有成就的即个时代中间，即摆的少年人因看到即个图顶面吼，伊即句话已经一阵啊，因会家己讲我就废，我就是安尼啊，我就是安尼，我就烂，我就无啥物路用，我就懒，我就废。或者是讲咱的社青朋友，特别是拄啊出社会、拄啊开始工作的遮的社青朋友，也有一个词叫做“社畜”，社会精神。无论这是一个流行、一个口头禅，或者是讲因有一个时刻，伊真正认为家己无路用，定定的真毋甘，因爱用安尼的方式来对着这个社会发出抗议的声。真侪学生。真侪阮拄啊毕业的遮个大学生的遮个客友，因为因无一定是毕业了后才开始准备因可能3年4年的时阵就开始要准备考研究所，要考公务人员，因开真侪的时间来补习，所以可能无法度来参加团契，无法度来教会，无法度甚至无法度参与伊家己学校的一寡的社团等等。总是因真正想要得到即份的头路吗？或者是讲，甲因讲即个公务人员真好势，遮个前辈吼，敢知影即马基层人员实际的状况吗？其实真侪人拢无法度回答我的问题。反正就考看卖嘛，因无一定是无梦想，有时阵是伊的梦想无互伊厝内的人接纳。希望伊得到一个稳定的生活，先得到即个稳定的生活，以后再讲。若有机会的话，再来讲。或者是讲根本无有机会，互因开始梦想。什么时阵会当好好啊食一顿饭菜？什么时阵会当真正休假，毋免回头家的赖？即摆赖，即摆 FB 真方便，毋过这嘛抵到另外一个问题。伫咧休假的时阵，若是你的头家赖一个，就爱马上回。这是一个真歹的习惯。只要我会当拿我的厝税，不只是厝税，学贷伊个贷款、学贷、房贷，每一工我上班的时阵会当啉一杯咖啡，安尼过咧就好啊。啥物梦想以前想过啥物梦想，迄哪像无重要啊？伫咧大学的即个阶段，我的兴趣是啥物？我真正无选毋着科系吗？毕业了后，阁要伫我开遮尔侪时间所读的即个科系的即个领域内底来工作，无明应该是即马真侪人所爱面对的课题。
以前伫咧我大学的时阵，迄个时阵十几年前吼，迄个时阵阮流行爱双主修，爱辅系，就是原本的课会搁去选一个，迄个时阵，阮的同学内底，考转学考的也是转系考的，无遐尼啊济。毋过即摆学生前几年伊可能读到2年、3年，有一天伊会想讲婉婷姐，我想要转系，我要考转学考，我要转校啦，我想要考看卖。毋过即摆可能是1年仔拄入来的时阵，拄来伊就甲你讲，我要转学，我要考转学考，我要考转系考。这是即摆大学生的真普遍的状态。即煞明年要入来大学的这个新朋友，因搁较是即个咱讲教改108课纲了后第一批入大学的这个学生。伫咧因来进前，即摆的大学真侪学校都已经有一个科系叫做空白学程。以前咱可能是电机啊、读医的啊、读国文、读英文、读啥物，咱有真明确的一个科系。毋过伫咧因来进前吼，伫咧即摆都已经有真侪学校有即个所讲的即个空白学程，就是先考掉啦，先考来台吼，先考来某一间学校，你就来，你先去看你想要学啥，以后再去选讲你想要伫倒一个领域内底。这甲咱以前的想象真无共款这明年开始，这108课纲入来这学生，会发现讲因可能伫咧即个交际的即个之间，因有搁较大的即个差别。咱的社会看起来，互遮个少年人有真侪探索的机会、选择的机会，总是因伫咧梦想搁有现实的即个中间，可能伊的厝内的人犹原希望伊爱读倒一个，希望伊会当接厝内的事业。接厝内可能医生、世家都爱读医，咱有真侪咱一直以来的咱教育的形态，伫咧咱制度改变的时阵，犹原是用咱原本的方法来看待遮个代志。所以伫咧安尼变化即个中间，互人真忝伫即个中间，伫咧生活、伫咧选择、伫咧伊的课业，伫咧即个中间的迷路这个少年人因要安怎来探索即个世界？伫咧咱10月中有一个北中咱的教育，毋是教育，咱的校园事工部有一个讲座，就邀请咱即摆现在高中的老师来分享，即摆的学校到底咧做啥？有一个为虾米咱校园事工部要办一个讲座，就是因为咱的教会真毋知影讲，到底教会会当帮助咱的青少年做啥物货？所以若是咱厝内底有遮个青少年的，或者是咱有兴趣伫咧遮个青少年事工的，咱的同工也欢迎来参与伫即个讲座内底。咱的教会到底会当为着遮个囡仔创啥？毋过共款伫咧信仰中间，咱每一个人，咱可能捌有一个时刻，咱有过热情爱去分享上帝的听。咱知影讲，咱会感动，咱所做的服侍是咧实践上帝对咱的呼召。总是不变的是，咱一天24点钟有工作，若是学生有课业，有家庭，有亲人，有教会的生活，阁有真侪有形无形的人际互动，咱会一直咧进行。咱的信仰群体的存在，伫安尼的处境下面，到底是真做青年人的帮衬，或者是伫咧形式、伫咧礼仪、伫咧彼此误会中间，真做拍花感动另外一个相处咧？去年我有一位学生已经毕业，伊受邀请代表咱长教会去参与着即个世界传道会的一个青年会议。即个世界传道会是咱长教会有一个甲别个教会、别个国家的教团一个友好的一个单位即个青年会议有一寡的主题爱探讨，所以即位学生伊伫咧出发进前，伊就
找我，阁有另外一位共款咧做青年事工的一个同工来讨论。即个主题叫做青年参与伫教会政治。咱听到即个题目，先倒弹一下，为虾米教会有政治？为虾米要讨论即个代志？毋过咱袂记咧讲，其实只要人自一做伙，人有制度，人有互动，其实就是有政治。毋过咱也知影讲，即个题目是一个真大、真恶伫讨论的主题，因为即个中间牵涉着每一个咱称做是青年世代的无共款。拄则我讲，即摆我32岁，我读大学的时阵已经是15年前啊。即摆的大学生甲15年前的我咧大学的时代已经无共款啊。30年前的青年可能社青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甲即摆的遮个社青因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无共款。拄有咱所讲的青年，其实包括着青少年、学青，一直到伫社青，14岁到40外岁安尼的之间，因拢无共款。佫有咱规个长老教会，咱行到105年来，或者制度的变化，咱每一间地方教会，咱有家己的习惯，咱有传统。佫有咱伫咧即个社会文化的环境下面，世代变迁有形无形，一直咧影响伫咱每一个角落。总是咱常常看到的，咱常常互人指出的，看的是即个结果。亲像讲，为虾米无青年？为虾米即摆的青年拢无爱生囡仔？即类的议题，总是为虾米？即个为虾米常常是无互人来提起的，无互人来讨论的？咱规个世代的高龄化是一个趋势，特别咱的长老教会，咱本身咱甲别个教会无共款，就是咱是规个社会的缩影。咱的会友内底，有为老大人一直到伫拄仔出生的婴仔，面对着无共款的会友所牧养的方式，本来就必须爱无共款。佫有一个咱特别的特质，就是咱的家族性，佫有咱的社区性。咱的历史，佫有咱的信仰的展现，互咱长老教会伫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区写落真水的故事。总是有一个问题一直互人讨论，就是咱的团契、咱的教会、咱的小组，敢会接纳无共款的人吗？即个无共款，包括着毋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毋是共一个团契小组的，毋是共一个家族的，毋是共一个信仰的，等等的无共款。即个问题袂因为咱单一学一个方式。或者是看到某一间教会因真厉害，咱讲真兴旺，就会当学因的方法直接搬过来，就会当得到改变的。特别伫找倒来青年的即个面向，并毋是讲办真侪活动，敬拜学乐穿甲足水的，就会当一网打尽所有的青年。咱知影青年其实是真无共款的。咱伫咧学生中心的服侍，常常会互人问着讲：恁着安怎做啊？恁着办啥物款的活动啊？为虾米恁无爱去参加啥物？毋过真直接的，就是伫咧我所服侍的团契内底，共款一个年纪的，同一个团契，共一个年纪的学生，有一寡学生，只要是练学生的，只要是看团契，爱去甲人互动的即种的活动，伊绝对袂出现啊。有另外一种的学生，伊就是只要是遮个练学生的，会当碰到足侪人的活动，伊一定会参与的。同一个年纪，同一个团体，熟悉因的遮个条件其实要共啊。咱看到安尼下面的青年，就有安尼无共款的所在啊。所以咱有印象，就是讲咱的青年有几啊款。直接问我讲青年的形态到底是啥物？其实我嘛无法度用一句话甲恁回答。咱教会内底有真侪咱的习惯、咱的传统，咱的教会内底也有咱家己所讲的语言、咱的习惯，是毋是伫咧无意之间将遮样仔来赶走？
这个意思并毋是讲咱爱将礼仪甲传统放弃煞。传统甲礼仪代表着咱的信仰团体的一个精神。总是咱需要非常小心来提醒，咱所关心的才会改变传统，是毋是也看着真正的牧者耶稣基督伊所带来的自由，阁有荣耀？是毋是咱咧学做好的牧者的时阵，反倒咱诚做即个扰乱羊潮安全的假的牧者？耶稣听讲，因甲伊赶出去，就找着伊。问伊讲：“你敢有信人子吗？”迄个人回答讲：“主啊，人子是谁？甲我讲，我来信伊。”耶稣对伊讲：“即马你已经看见，即马甲你讲话就是伊。”伊讲：“主啊，我信。”伊就拜耶稣。目睭你着看见的即位朋友，检采伫伊外显伊的肉体顶面得到医治，却因为伊的政治无正确，伊无受原本期待的群体所接纳，甚至伫安尼状况下面，伊互人断绝关系。看起来顺安尼比喻的脉络，伊互贼仔放弃煞，总是耶稣找着伊，耶稣接纳伊，伊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更较安全的所在，成做耶稣名的一份子。约翰福音第10章，为第1节到21节，其实是耶稣咧回应法利赛人，就算是知影，嘛无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的即件代志，也有个耶稣接续要做的，伊会当弃杀伊家己的性命，伊也会当再一次得到性命，是伊自愿放弃。伊有权放弃，伊也有权摕倒来。这是耶稣基督伊牺牲的上顶，搁较是伊权柄的上顶。长久以来，无论是宗教的问题，咱看到基督宗教内底有定定有看到遮个新闻，宗教领袖的问题，或者是讲现存伫咧教会内底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无论大大小小。最后，犹原爱转到耶稣基督伊本身，伊是通往上帝唯一的方法。总是这真正真无容易。咱单看一卷的福音书内底记载，就有遮尔大的冲突。当咱用信仰来回应咱家己所碰到，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咱家庭，无论是咱所关心的某一个议题的问题。或者是讲，亲像咱咧看待学生事工、校园事工的一个现况，其实也常时挑战咱每一个人，阁有咱所属的即个群体，伫咧咱即马即个时代，咱看到因的甲咱的距离中间，咱的接受的程度。耶稣讲伊另外有羊仔无属伫即个条内底。伊要带因来，因要听耶稣的声音。原本毋是属伫即条的，毋过因却要接受着即个记号，接受着即个呼召。相信这是一种咱讲是默契，这也是一种圣性的动工。牧者要招好，要互羊仔熟悉伊的声进前，伊的使用是一个属伫因之间沟通的模式。是一个互相会当听有、会当对话、会当互相信任的语言。因要听到耶稣的声，毋是某一个牧师、某一个教派的声。这个羊仔要合做一群，归属一个牧者，是耶稣基督。毋望咱也会当真做归属耶稣基督的羊仔，并且伫咧这中间会当互相提醒、互相勉励。避免咱伫无主的时阵变做贼仔，将咱的朋友来赶走。咱大家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找着阮，互阮伫咧即个时刻，阮有即个福分伫咧你的羊条内底，也互阮伫咧阮一生。即个信仰的历程中间，我会当搁较认捌你，搁较认得你的声音，
当阮接受着即个记号，接受着即个呼召中间，伫即个内底，真正体会着你的疼，并且有会当知影要安怎去分享安尼的一个福分，互阮身边的朋友，邀请因共款来到你的面前，成做你的一份子。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阮拢倚靠你扶持，带到草埔，互阮啉食，避万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赎回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赎回阮归属你。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这是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这时三甲来吟圣诗351首，圣诗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咧吟的过程中间，要请今日要献圣礼的罗安甲子超，来到伫台前吼，吟到第50个时阵啦，吟到第50个时阵。好，咱坐伫吟。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响声的我名。今仔人所求，伊要相思，予你甲我无欠一项。上主的水泉洗清做歌，予人改变的生活命。花边大扫地也袂归花，祈求的人要得到业。
上主的水泉赐予咱人，若是当为应袂打扫，因为要满满到伫你唔少，强急你我唱唱到业，咱定一世界。上主的水泉赐来开打，予咱做伊中心路步。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这会徛伫咱的面前。是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行虔信礼来过必应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林罗安、林子超，恁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属伫伊。上帝的恩典已经互恁长大成人。当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恁的父母替恁个别的信仰，来归属伫主，献家己互伊，也真心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的天理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个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恁的问题。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恁着我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圣道的本分，恁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恁细汉已经受洗，即时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干道小会的官兵，接纳恁成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的约的恩典。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启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我很感谢你对即个儿女查某囝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即个接纳因就近上帝的欢喜。我很感谢你，因为对因的受洗。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我很感谢你，因为因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赞。我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因，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的时。求你互因会得到你的听，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阵，咱请小会员来接纳。靠推一点吧。好。
恭喜，恭喜你，恭喜你。好，向后转哦，咱会当请东港小会员来翕一张相吼。那个自列。好，咧翕相的过程中间吼，嘛会通来介绍啦吼。嘿，来，徛较我近来吼。好，喙暗摕起来好啊。嘿，口罩摕落来。嘿，咱，莫讲话，莫讲话。好，伫遮来介绍咱今日健身的两位啊吼，一个是罗安吼，我正手边这边罗安啊，这隔壁是子超吼，啊因是美方长老甲自列的查某囝甲后生，吼，大家拢真乐啊，有去种着家己的爸母吼。好啊，因自细汉就一定出入伫咱的教会吼，所以有一个真完整宗教信仰的教育啊，当因即马拢罗安已经二技毕业吼，即马伫马街病院咧上班。啊，子超即马拄考调国北户，吼国北户的健康管理系，吼伊原是二技啦吼，咱继续替超吼子超伊的即个求学吼会通有上帝予伊的智慧吼。因两个拢是真优秀吼，拢是马街护专毕业的吼。咱今日有一位马街的老师吼，所以恭喜因两个啦吼，互因会通有缘继续伫信仰的顶面得到上帝的帮助甲祝福吼。好，请回座。即点要来领受圣餐，咱三个来吟圣诗363首。三甲八饼，咱同心来跪落。三甲八饼，咱同心来跪落。三甲八饼，咱同心来跪落。当我虔诚跪落，敬敬早更面列草，我主求你怜悯我。三甲灵杯，咱同心来跪落。三甲灵杯，咱同心来跪落。当我虔诚跪落，面红前早更面列草，我主求你怜悯我。三甲咱同心来跪落。三甲咱同心来跪落。当我虔诚跪落，面红前早更面列草，我主求你怜悯我。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囝若着磨担重担的，就就问我，
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恩典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业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起来祝谢，对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食了后，伊往安尼捧杯，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啉的时，着行伊来纪念我。恁每一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起来祝谢，所以咱奉伊的名，照伊的模样代心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判阮，也审判才会摆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杯，互阮接受，才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网站，袂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阮的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咱请水泉长老甲美凤长老来服侍。欢迎已经领受洗礼、献身的兄弟姊妹，会通三角来领受这个圣餐。咱无分教派，只要是已经接受圣灵洗礼甲献身礼的兄弟，拢会通来三角领受。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
这是基督身躯为咱拍破的，咱每一摆这个时阵，就行伊来纪念主耶稣，大家来领受。这杯就是新约伫基督会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伊来纪念主耶稣。这边要去楼上。主耶稣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伊来纪念我。这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会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伊来纪念主耶稣，三块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这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奉献。会众请起立。请坐。报告，伫报告的大先，咱坐声来读咱的今仔日的经句。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我要有样，毋是属即条的，我得甲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约翰福音10章16节。我要有羊，毋是属即条的，我得较着伊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约翰福音10章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10章16节。咱做伙献到周报第3面管督家训的部分。今主日感谢林婉婷牧师用上主的文物养起咱的灵命，请兄弟持续关心北区大专事工，并大道奉献。今主日举办圣礼典，跟信礼有林罗安、林子超，愿上主保守因伫信仰顶面持续成长。礼拜后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务必出席参加。感谢姚成文技师为着教会奉献2台自动酒精测温机，甲一支酒精喷雾机求助纪念。曹璇弟兄有整理一批的鼎、杯、碗、盘等等的器具，请有需要的兄弟会当到招待桌来敬。贵牧师夫妇伫9月22到10月初5年度的休假，即期间若有紧急事件要请联络小会长老。本礼拜3早间祈祷会由水泉长老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互咱一齐用祈祷建立合一的教会，也同步会用线顶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欢迎兄弟加入线顶祈祷会的行列。本会伫10月24要伫桃园后兴乡三民教会举办野外礼拜，每一个人300块，包含车资、午餐甲保险。请兄弟会当向陈美燕姐妹报名到10月初10。行程伫周报第4面。本会顶半年度为牧师馆贷款献小组织，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举办。要伫今年感恩节甲下半年度合办，
请兄弟有备心来为着该事工来奉献。第10点，请兄弟持续关心本会举办的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的供餐的事工，并代祷甲奉献。后礼拜的讲题咱家己来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搁再一摆欢迎也感谢林婉婷牧师今仔日会通搁再一摆伊来过几啊摆咱个人检测对林牧师拢认识伊讲10几年前咧读大学的时阵我都熟悉伊啦迄阵拄啊伫高雄中山大学咧读册，我伫高雄高山教会咧牧会，因迄个中山的乡亲团契长青团契就是拢伫高山教会咧聚会所以甲伊熟悉嘛是真久的时间，知影讲伊是真用心伫即个即马咱北中无搁再讲号做大专事工或是讲校园校园事工，就表示讲即个事工毋是干那伫大专的层面搁伫即个中二的即个部分嘛是需要继续来关心所以咱求上帝互帮助林牧师，互伊伫即个事工的顶面搁较有气力爱陪伴即个学生真正无简单爱真用时间爱是真正是需要精神甲体力咱求上帝来帮助伊。伫遮感谢迄个新闻技术咱即马外口入来的时阵就直接用迄个酒精测温度酒精测温度咱就毋免搁用迄个测温计这感谢陈恩执事伊的奉献咱检测拄则来时阵，看外口有采一寡遮的遮的碗盘遮鼎等等这是因为咱知影讲草妈伊即马迄个税厝已经退租嘛伊一寡内底物件器具草选咧整理的过程中间，感觉若是要拆掉会真拍算所以伊才会搬一寡看起来拢要做新的遮的器具较等者咱礼拜三若有需要咱照家己的需要来去领取去拣看你要拣啥物款的遮的器具若是拣了若大家拢感觉无需要变做讲遮物件就会当做是垃圾，就摒掉是讲安尼较无彩啦若是真正厝内有需要的，会通照咱家己的需要来去竞选咱搁来10月24有耀啊礼拜咱报名单一定下伫即个周报内底咱会通天天的美燕来交即个报名费今年咱较无要扩大举行啦主要是针对教会来举行，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咱无法度扩大你也无所在通好去安排遮尔侪人做伙食饭所以目前中执会是有决定讲，咱主要是对教会内，也是讲咱兄弟姊妹的亲人朋友咱就无社区的遮个人来宣传所以咱即摆规模会较小请咱才踊跃来报名参加。拄则有讲到即个为着牧师馆贷款献小助金因为顶半年咱拄啊是5月份要举行，但是拄啊迄礼拜就是政府规定讲所有的即个聚会拢停止所以中执会嘛有决定讲咱就甲下半年度咱下半年度是11月咱就是伫讲问题时阵咱会通将迄猪仔囝饲啊好势顶半年甲下半年做伙拢早来为着即个牧师馆贷款的部分咱来奉献伫遮要介绍有新的朋友特别介绍黄家成老师伊2礼拜前有来过拄牧师去三重埔教会监选伊目前是马偕专科学校幼保科的主任嘛幼保科的主任所以嘛是一个真好的
人才，哦，伊住伫咱隔壁巷仔尔吼，住伫305巷吼，所以离咱教会足近诶，吼，离咱教会足近诶。啊，咱欢迎黄老师吼来参与伫咱诶中间。过来嘛是久久无看到金芳姐啦吼，嘿，伊自从疫情开始以后，都隐遁起来吼。伊前几礼拜因为顶个月啦吼，去北医大行路结果骹去崴着，即摆在好袂？咱继续为着即摆坐祈祷吼，因为进前有开刀开药啊吼，即摆可能搁咧恢复诶中间，求上帝来保守甲带领。大概应该来拢有来啊吼。感谢上帝啦，因为咱目前即个疫情诶关系，所以咱诶间隔距离较大吼。变做有诶若是来礼拜天听坐袂落，就爱去坐伫教室内底，也是讲二楼诶所在。咱求上帝继续来保守，互咱，因为昨听迄个新闻有讲，咱疫苗注射诶覆盖率一定要到50%，一定要到50%吼，所以表示讲针对即个部分，可能咱诶政府嘛是会通有一寡开放。开放伊迄个检测人数会愈来愈侪吼。当然咱犹原是爱持续持续做好即个防疫的措施吼。咱特别是宗教的团体吼，特别敏感嘛吼。这政府拢会较紧会去紧咱这宗教的团体吼。咱真正爱真注意吼，咱着爱好好减少即个会通实体聚会的时间吼。好，咱即个时阵吼，也特别搁再为着迄个曹炳来祈祷吼。曹炳伊拜一吼，拜一有去住伫北投迄个军病院吼，军的病院，伫遐做一寡疗程吼。接续会去住伫一个叫做平安之家嘛。伊是伫啥物所在？咱双江路、南京东路吼。我一记伫来哦，无遮远啊吼。双江路、南京东路迄个所在吼，伊伫病院住1个月了，就会去刷到伫迄个所在。咱特别为着伊的身心灵祈祷啦吼。检测伊伫即段时间对伊来讲也是真艰苦啦，真艰苦心吼。求上帝来保守吼。咱即时阵特别为着曹斌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知影你是固守阮世间人的上帝。好亲像今日经文中间共款所讲的共款，上帝疼惜每一只羊，也要将这羊带转来到伫羊巢内底。主，阮几礼拜前因为所疼惜的草马会离开，煞互草病伊的心也不止八百，也承受真大恶担当即款的重担。阮特别恳求你来怜悯、医治甲安慰，互草病伫即个时阵，伊住伫军的病院中间来接受治疗，拢有助理的稳定甲迄三角地地，互伊伫即个治疗的过程中间，也渐渐会通伫身心灵各方面来得到医治。主啊，恳求你来帮赞带领，等伊出院了后，要去到伫平安之家，伫遐来徛起检测伫迄个所在，虽然过去
捌大过，有淡薄仔熟悉，总是离开家己的亲人甲家庭，伫迄个所在来做安置甲疗养，也实在需要主你继续看顾甲保守，主互伊伫迄个所在游玩，会通得到侪人对伊的疼惜，同时也互伊伫信仰的顶面也有搁较有深入的对上帝的了解，以及对上帝的安排的顺服。愿上帝你继续伫这中间来掌权，阮也求你保守操选因一家，互伊未来这日子中间，虽然思念家己的妈妈，总是伊也会通伫这中间继续来看见家己的妈妈伫信仰顶面这个水搁好的脚链，互因来跟对，煞互操选因一家也拢会通搁再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甲祝福，阮将草饼甲草选因的家庭，求上帝你来带领，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要用上言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因时线，请林牧师来祝祷，会众请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阳光变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们。会众请坐，袂倒避讳。